观众朋友，新年快乐！欢迎收看《正话车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今仔是2021年的元旦，总统蔡英文伫早起8点30分发表新年单话单话，总统嘛表示讲，台湾目前伫防疫顶头有收条的，新的一年互咱一切拢好。伊伫单位中嘛对人民连续讲4遍，好佳再有大家做伙来听蔡总统上新的单话。重要的责任是让大家如常生活，并且跟着全球经济复苏的脉动往前进。这也将会是我们努力的第一要务。在新年的第一天，我有几项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共享。就在上礼拜三，大家期盼40年的南回铁路电气化正式改点通车。台湾的环岛铁路电气化的最后1里路终于完成了。就在今天，基本工资再次提高，在全球经济饱受疫情困扰的此刻，虽然增加的幅度不多，但已经是难得的成果。1月11号，新版护照即将发行，封面上大大的 Taiwan 将陪伴国人走向世界。今年我们将在全国新建15000户社会住宅，这将使得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住宅新建计划跨出了一大步。今仔透早有真侪人到台东成功的三仙台要来迎接2021年头一道的日头光哦，也毋过却因为云上过高，日头是微起来，虽然有淡薄失望，也毋过民众是讲哦，明年再过来看。有真侪民众为了要迎接今年头一道的日头光，天气遮尔寒，嘛是半暝就出门来等待，因为气象局预测早起大约6点10分，台东头一道的日头光会伫三仙台出现。也毋过今仔透早天气是无介好，云上过高，根本无看到日头，民众是有淡薄失望。也毋过嘛表示哦，日头一直拢会伫的，所以明年再过来看。有航空公司嘛直接带乘客飞到2万尺的天顶来看日头，场面是真壮观。今年哦，咱台湾是少数会使办新年暗会国家，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今年台北101的烟火。因为防疫，现场人数是无介济哦。统计管制区内底大约有16500个人。今年是放16000发的烟火，时间超过300秒，嘛是全世界的焦点哦。今年阿妹张惠妹是登去故乡台东来举办新年演唱会，有7万的人到现场，会使讲是今年上大场的活动。恭喜你啦！恭喜你啦！恭喜你爱我规帮的帮。阿妹今日故乡台东海滨公园办跨年演唱会，台东县政府统计，现场来了差不多7万人，是全台湾人数上多一场跨年演唱会。因为天气正冷，民众是帽啊、颔棍、手拢穿便便。阿妹今年台东跨年演唱会9点半开始，现场的气氛正嗨。全台湾大型跨年活动也有台北101个跨年宴会。3、2、2020慢走不送，2021我们来了 ！Happy New Year！ 全台湾跨年活动，大家上注意的就是台北101个宴会。今年的主题是疫情，总共5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向防疫英雄致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2个篇章，我们携手世界向前行，台湾 can help。第二部分加世界做伙向前行，用360度立体轮转的烟火，款款烧烤连续发射，代表台湾串联全世界，以台湾 can help 做核心。第3部分祈福关怀幸福向前行，飞行烟火替世界祈福。精彩台湾无限可能，爱与希望向前行。璀璨的烟火。最后是各种七彩浪漫的烟火做伙发射，迎接璀璨的2021年。5个部分16000发的烟火，时间超过300秒。你看起来有点累，晚餐有谁陪？田馥甄展现伊个人特别的抒情风格，伫台中水南跨年暗会演唱，虽然是线上直播，现场无民众。不过有还有包括开场的萧敬腾、狮子李昂等歌手带来精彩表演。高雄港是有300秒的百年大港宴会，
这场高雄跨百光年活动的主要宴会，代表高雄港建港的历程，也宣告高雄行过100年，迈向转型了后的美好前程。全台湾无论是开放观众入场，或者是线上倒算跨年，拢希望甲音响留伫咧2020，迎接2021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哦，今年有真侪县市拢取消新年暗会，无就是改做线顶直播。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昨暗是照常来举办暗会，讲活动限制上侪4万的人哦。也毋过昨暗市政府4区位啊捷运站人拢无介济，会使讲是台北市历史上人上少的新年暗会。台下民众伫暗会现场做伙欢乐，大多唯一毋是线顶的下年暗会，台北市政府限制人数是4万人，但对镜头看出去，人其实无介济。比以前少蛮多的，对，因为我朋友原本想一早就来，然后后来发现人真的太少。没有想象的，就是说可能会有防疫破口这些吧。看起来是还好的，我觉得，因为感觉都蛮空的，然后大家也都有戴口罩啊，对。可能是受疫情甲管制影响，下年的场面人数加食冷。不过该遵守的嘛是爱，民众挂嘴压，多数拢有配合。虽然嘛有人带囡仔想要违规入场，煞互抓到，工作人员神经病真严。其实这摆市府第3个入口拢有设防疫管制，除了登录、磅体温、喷酒精等等，嘛有真侪人员4个夜排啊来宣导，防范疫情袂当来放松，画面刷到另外一边。捷运出入口同款夜排啊提起做防疫，但出入人数嘛甲英国袂当比，因为疫情看会出大部分的人也是选择踮咧厝内较实在。记者陈雅文、林雄凯台北报道。咱再来看世界各国是安怎来迎接2021年。今年北京的团，也毋过纽西兰的防疫表现了真优秀，所以宴会照常办，新年暗会嘛同款举行。日本东京的青草寺嘛用108项的掌声来迎接新年。北韩虽然宣传讲国内无人喂着病，也毋过新年的宴会是管制了真严格，互认为是病毒源头的中国武汉是无受到影响，气氛是真热烈。过去一年真动乱的香港嘛以防疫为理由来取消宴会秀。纽西兰第一大城奥克兰的天空塔用5分钟的宴会秀告别202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今年全世界第一个迎接新年的国家是太平洋岛国、东加王国、萨摩亚，也有基里巴斯。一寡国家加附近的纽西兰，以前拢控制了袂歹，照常办跨年活动迎接2021。果然是澳洲告别2020。所以讲宴会秀最后决定规模自12分钟缩减到7分钟，户外集会人数由50限缩到30个人。互人认为是疫情起源的武汉，民众也伫咧路的倒算。希望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经过这次磨难，能变得越来越好。香港今年取消维多利亚港的宴会，目前就已经遐留跌，这也是伫去年反送中运动了，连续2年无办宴会。为了防疫，公共场所袂当有2个人以上做伙，所谓餐厅、酒吧，晚暗6点就要休困。不过尖沙咀路也是真侪少年人。又冇得倒數咁，又冇煙花睇，係幾 sad 嘅。就係覺得好無聊咯，即係因為啱啱考完 DSE 又冇得出去，又要逼住喺屋企咁樣，就覺得好失望。日本淺草寺第31案浪徵108項，不過因為疫情，這邊的新年正平靜，東京跨年暗所有夜班的列車攏取消，市區內邊的跨年倒數活動甲演唱會也攏全部取消。北韓是伫咧宣稱零確診、嚴格防疫下辦大型的跨年活動，民眾佇今日星空場欣賞歌舞表演甲宴會。杜拜又安辦大規模的慶祝活動，伫全世界上懸的哈利法塔辦宴會，民眾佇保持社交距離下會當佇咧現場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全境內邊總共有33場宴會秀迎接新年。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
再来看国内的新闻，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昨时宣布讲，为元旦开始，健保费率会为即卖4.69%调悬到5.17%，平均每一个人每个月爱加纳63块。陈时中强调讲，这已经是处中办的办法咯。也毋过，医改会是认为中央应该公布健保改革第一期计划，让民众知影钱到底是开伫倒。健保财务已经连续几啊年了之，去健保费是一定爱做。卫福部长陈时中伫2020的上下尾一天确定，拄即卖4.69%突破5%后顶，达到5.17%，补充保费费率嘛对咧调整，对1.91%起到2.11%。啊，毋过今年疫情冲击各大产业，外界质疑中央无体谅人民。陈时中是保证讲，至少2年内袂阁起保费。把费率调到5.17之外，对于整个医疗资源的有效的运用，那怎么样运用应当的资料来资源能够分享，让我们的医疗效率能够提高，那也可以抑制医疗资源的不当的耗用。元旦所实施的新健保费率，受雇者平均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保费增加63块，7成以上逐个月增加70块以内，若是投保薪水伫咧24000块、3万块、7万块、甲18万，分别增加34块、44块、105块、甲262块。规家伙死的人一个月收入53000块的话，逐个月保费3288块，大加付304块。针对健保费起价，外界真侪议论，医改会认为讲，卫福部爱说明钱开伫倒。这样调整费用会用在哪些刀口上？那也应该要针对趁这个时机来宣示一下改进的计划。希望知道卫福部短期应该会先怎么做，因为毕竟都不希望说过了1年之后就要担心是不是又还要再会调整一次。陈时中强调讲，健保抑阁有真侪问题，若是继续适用4.97%，到年底敢若剩1个月准备金，希望这是上体谅民众的负担。啊，毋过后年严重影响到财务，所以采用5.17%会当互财务稳定。嘛，基定4年至6年的健保改革计划，三大方向包括减少浪费、负担公平、提升品质。啊，毋过医改会强调讲，第期计划才是民众上关心，嘛是上要紧的问题，呼吁卫福部赶紧做出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新年的第一天，全台湾嘛是冷叽叽，气象局嘛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透早上低温是双溪甲杨梅只有8.5度，各地温度嘛阁拢真低哦，尤其是中南部地区，阁有花莲台东，温度会阁比昨较低1点仔。沿海空旷地区哦，可能只有6度，此时温度会较比昨淡薄仔回升。北部跟东北部大约是14度到16度，中南部花莲台东哦，上高温应该是18度到22度，也毋过中南部你个暝温度是差真济。另外伫落雨方面哦，东半部跟大台北地区会有淡薄仔所在会落雨，宜兰哦嘛有所在会落大雨，其他的地区拢是一份好天，会使去出门去佚佗的好日子。再来看全台湾拢真欠水哦，明年的正月初6开始，大台中甲北彰化水情的灯号会对黄灯变做柑仔色的灯号，嘛会增加限水的对象。每个月用水1000度以上的大雨会来减少水量，若说欠水的状况无改善哦，过来就会来分区限水。寒流来到，气温大降低，毋过乌阴天有缘是无落雨。中台湾的水情安到，供应大台中甲北彰化的里溪潭水库，敢若剩3000万吨的水量。台湾自来水公司按算正月初6启动第2阶段的限水。橙灯的话就是针对大用水户的部分会有影响。那这次的整个区是从新竹、苗栗一直到台中，那还有别彰化，那会再增加所谓的每个月1000度的自来水的大用水户了。这波大台中甲北彰化地区的减量用水，主要是针对每个月用水1000度以上的工业用水户、游泳池、洗车业、三温暖、水疗等等6类的用水户减量用水，1000度以上的用水大户、工业用水户减量用水7%，非工业用水户会照水情为减量10%增加到20%。游泳池的业者表示，已经做共同奋斗的准备。楼层用水我们会进行用水的减压，那用水势必会影响到民众的使用的习惯。因为一般民生用水暂时会维持非高峰用水时段减压供水。台湾自来水公司供水处表示，目前供应大台中甲北彰化的3个水库欠水量拢无够，希望民众用水在较欠的，伫毋算雨季进前共同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2020年台湾股市最后一个交易日加权指数是收在14732点，各创历史新高。今年台湾股市起超过2成2，市场价值嘛增加8兆4亿9千万。2020年的最后一天哦，台湾股市收在上关点哦，精彩宏观。再来看《联合报》，政府条件开放民众会使饲比特犬，也毋过以台北市来讲哦，动物的政策是拢袂使太刁。所以若是有人无想要饲乌白蛋，市政府就爱负责。嘛，因为比特犬是真歹的动物，所以必须爱有家己的空间，才袂欺负其他的动物。未来收容中心嘛爱面对空间无够的问题。再来看《苹果日报》。今仔开始元旦3天的连续假期，高速公路一早暗头就开始塞车，国道5号嘛塞到半暝。高速公路局是预测，今仔是国道南下交通量上大的一天哦，建议民众会使下晡才出发，才袂塞伫路里。再来看武汉肺炎的疫情指挥中心昨下晡临时开记者会，宣布讲，国内咱昨新增加2例境外带病入境的病例，是对英国甲印尼入境的。另外，台湾之前出现头一个英国变种病毒的病例了后，即马又搁出现第2例，是一个英国的留学生哦，伊伫居家检疫期间发病，所以并无拖去社区的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滚加1年啊，也未停。指挥中心下晡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确诊。第799例是英国籍的男性，伫咧18来台湾探亲，嘛有摕登记前3天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毋过后来出现身体无爽快症状，就医确诊。第800例是印度籍的男性，15来台湾，伫咧检疫期满了后，由公司安排自费采检确诊。毋过外界更较关心的议题是台湾搁新增加第2例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确诊。26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跟肌肉疼痛的症状哦。那这个个案，因为他在家里独自进行居家检疫哦，所以也没有匡列任何接触者哦，所以没有散播到社区的疑虑哦。第791例个案是本国籍的英国留学生，2日登来台湾，第2日出现筋膜酸痛、发烧等等的症状，就医确诊。指挥中心强调讲，无拖去社区的记录，毋过外界质疑讲，台湾针对英国疫情所做的防疫措施，甲当初是武汉的疫情标准咱就无共款。卫福部长陈时中嘛，搁一概出来说明，英国并没有封城。它本来的那个飞机就在，为了减少防疫的压力，所以我们要求是减班。好，可是，在武汉的时候，他们是自己已经封了城，飞机是没办法飞，但是我们还是积极协调，让飞机能够飞。我们的集中检疫所，好，又比那个时候，在当初在1、2月的时候的集中检疫的管理又更上轨道。那陆方也有回复说，他会尽速确认之后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还没有收到后进一步的消息。若是伫咧国内严格闭关预防疫情的时阵，中国上海卫健委发布消息指出，30新增加6例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其中1例是伫台湾来的，是27到上海的确诊个案。若是消息是真的，应该就是台湾前往中国的第4例确诊。指挥中心嘛已经向中国来问细节，毋过还未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跟滚价，全球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8300万例，死亡的人数嘛已经有181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新增加2个病例，目前是799例。中国的病例有87000例，香港有8000多例，日本嘛超过23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000万例，印度嘛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767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193万例，法国超过267万例，英国嘛超过249万例。再来看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美国嘛，传出为英国变种病毒的病例，因为变种病毒会足够传，所以英国嘛加严防疫措施。有3%的人口是伫封锁的范围内底，嘛按算讲开海时间会搁延。
美国新冠病毒的疫情真严重，敢若30个一天断疫人数都有12万5千多人，创过一天的新纪录。若是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到30为止，已经有197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34万人。即马阁出现小连续，伫咧各地发现变种的新冠病毒。伫29，科罗拉多州发现全国第一个感染英国变种新冠病毒的人，是一个伫咧养老院服务的国民警卫队的队员。毋过，即马嘛传出讲，南加州嘛出现感染变种的新冠病毒的确诊案例。We were informed that this new variant, this new strain that we've identified, obviously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some other parts of the globe, identified in Colorado yesterday, has been identified here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n Southern California. 美国两个州小连续发现变种病毒，互消防车嘛爱做救护车的加州政府，赶紧替消防人员甲非紧急的护理人员来注疫苗。因为变种病毒拖甲真紧，英国搁一改加强防疫政策，从当地31开始扩大封锁范围，全英格兰地区3%的人口超4400多万人，拢伫咧防疫封锁范围以内，而且甲学生的开学日期嘛延后。More areas of England will be moving into Tier 4 from tomorrow. We will ask exam year pupils in secondary schools to learn remotely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term and return to the classroom from 11th of January. The remaining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i.e. non-exam groups, will go back a week later. That is from the 18th of January. 伫咧扩大防疫措施的时阵，英国嘛正做全球第一个通过第2项疫苗预定疫苗使用授权的国家，预计伫咧1月初4开始做。这个疫苗敢若需要加温2度至8度，地当保存，价钱嘛比辉瑞疫苗较俗。英国首相强生呼吁民众伫咧厝内跨年，嘛强调讲到3月底的时阵，地当摕到互成千万人会当使用的疫苗数量。另外，波湾国家阿联酋嘛伫咧29公布，国内发现少数拄国外入境。而且确诊变种病毒的病例，毋过无说明讲确诊患者有偌济，或者是拄倒位入境。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武汉肺炎病毒影响全世界，到底病毒的源头敢是对中国武汉传出来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国际专家小组最近卖到中国武汉来展开调查。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流行病学专家李恩德兹。是要去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世卫小组内面唯一的德国籍专家。李恩德兹伫咧接受访问时阵强调，这边引起中国主要任务唔是要找爱怪杀人，是要重建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So the big scope is to try to find out what happened, so how the virus jumped from which animal to perhaps an intermediate host and then to humans, to reconstruct this scenario. 这边由国际专家组成的世卫调查小组，打算2021年1月18 ，WHO 执行委员会开幕进前就会去中国开始6礼拜调查任务，其中包括2礼拜防疫隔离。因会去查访武汉市的档案，了解传染的过程，也会详细检查疫情初期病人的细胞电光片。要找出真正的源头，虽然真困难，不过会让对未来防疫加公益体系健全有帮助。The more you know about why these spillover events happen, the better you can also check if there are countermeasures you can take to prevent such transmissions in the future. 一年过去啊，武汉民众的生活敢若已经恢复正常。有人认为武汉这么真安全，不过当初调病过身的死者家属，也搁伫咧等政府的道歉。我不可能让我的父亲就这么无声无息的离开这个世界，不然的话，我肯定对不起我爸爸。一个政府，你做错了事情，你给我一个说法，给我一个道歉，或者说你犯了什么错，该怎么那个，对吧？有个那个。入病了的武汉，夜生活照常。街头艺术家演奏萨克斯风，民众正路边打开讲，是粉飾太平的宣传伤过成功，也是武汉真正安全，也有真侪问题爱找答案。若若失去亲人的家属，会永远活伫咧两个无同的世界。公视新闻金冠庆编辑。咱来看英国跟欧盟达成贸易协定，伫当地时間30，英國國會嘛已經通過，按算伫台灣時間元旦早起7點，英國就要正式脫離歐盟。The ayes to the right, 521. The noes to the left, 73. The ayes have it, the ayes have it, unlock.
执政的保守党因为首相强生强烈主导，上大反对党的工党也表达支持立场。第两大党走票无济，其他坚决反对协定的小党人数较少。伫这比如英国离婚协议书的法案，伫下期天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英国首相强生伫接受 BBC 专访时指出，未来英国无论伫经贸或者是其他方面，应该要放眼全世界。We can not only exploit the advantages of a zero tariff, zero quota deal with the EU, do things differently, take back control of our money, our borders, and our laws, but also do free trade deals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工党这摆投票支持法案，不过也指出，这摆协定依然有漏沟，比如占英国经济上大比例服务业，要有英欧双方对相关专业执照的认证机制，不过这部分也佫要参详。英国伫2016年公民投票有赞成脱欧的一边险胜，不过除了当时保守党首相卡麦隆马上辞职，接手的民意也伫英欧互相拼场加国内调野互相牵连之下落台。工党共款因为2017甲2019两摆大选无法度对倒保守党，党主席科尔宾也面对党内新生代挑战，交出领导人的位。公视新闻徐家珍编辑。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拜登准备要进入白宫，美国总统川普就要落台，也毋过有预言家是预测讲川普就算离开白宫，伊的影响力嘛是袂输拜登。再来看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发表新年致辞的影片，祝大家平安快乐。也毋过有真侪国家的网友是看袂落去，呛声谭德赛讲伊为怎样无要甲家己的工课做好，甘愿要真做中国人，帮中国来暗藏代志。再来看台湾的张瑞全老师出版的音乐专辑。出走得到美国独立音乐 JFP 音乐奖哦，这张唱片有台语歌嘛有英文歌哦。伊讲哦，会使真欢喜，互台语会使互全世界拢听到。咱再来看香港医团媒创办人黎智英，之前发言实在顶讲伊会使交保哦，也毋过香港律政司不服又搁提起上诉，昨是开庭，最后是又搁判黎智英爱红搁掠去关哦。另外，台湾的公民团体昨嘛出面来替，因为想要偷渡来台湾，说互判刑的12个少年人发声，因批评中国审判无够透明，嘛呼吁台湾政府应该提悬援助香港的政策。港警特别是磅空想要主动媒体翕黎智英行出法院。黎智英3月1号香港中心法院决议必须还押，现场有不少支持者替伊抱不平。黎智英进前被指控诈欺、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23原本以大约3645万块代票交保金得到交保，不过香港律政司不服，向中心法院提出上诉。法院第3月做出黎智英必须爱还押的决议。台湾原港要 upgrade。为了支持和中国审判香港青年，台湾公民团体站出来声援。12名香港青年抗争者想要对香港偷渡来台湾的过程互抓到，其中有10名和中国以触犯偷越边境罪名判刑，也讲已经认罪。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商普批评，这是乌想的新闻。中国的所谓的阳光司法就是如此，其实不是阳光司法，是红太阳司法，党的司法，党的打压。新竹立美时代力量党主席陈江华第3月探视铜锣湾册店的负责人林明基。林明基对12个香港人案件有10个人被判刑，伊讲这是真无合情理的。因为中国政府老实说，香港是中国大陆的，他现在给他一个罪名就是跨越边境，那个还有边境存在吗？没有啊，变成这个罪名是很荒谬。中国中央电视台特别选题的这个案件宣判第2天，发布解放军驻港部队、陆海空3军联合巡逻操演。地震小组伫树林搜查，直升机伫搜查海上目标，舰艇伫海上警戒。驻港部队强调，演练就是防止恐怖分子坐船逃走。经过香港人的意味真高，林明基认为香港的局势只是继续恶化，呼吁台湾继续声援香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2019年12月份，台南玉井真理堂放放火烧，造成7人死亡。台南地方法院暂时判嫌犯张文炎死刑，专案会使阁上诉。被告不仅犯罪手段冷血残酷、泯灭人性，行为造成的损害既深且巨，
犯后虽然承认犯行，但审理中对他犯行造成的结果却显露不在乎，甚至洋洋得意，毫没有见到有丝毫的悔意或积极要弥补过错的举动。且经过鉴定的意见也认为他没有办法排除未来再度犯案的风险，受教化矫正的可能性很低。及参考检察官的求刑，全盘综合评价之后，认为如果处被告无期徒刑或较轻的有期徒刑刑度，不足以还给死者公道，抚慰生者之痛，更与被告行为的恶性还有危害性的比例不相符合，故基于实现刑罚权的分配正义，考量被告犯行的应报需要，求其生而不可得，认为有使被告永久与社会隔离的必要，原两处被告死刑，并宣告褫夺公权终身。台南地方法院认定张文炎并无精神的障碍等等的问题，嘛是因为受伤才主动报案，嘛无下自首的条件，所以无法度减刑。张文炎被判死刑，教会负责人张和平是表示尊重司法。咱来看昨暗台南市有2名居家检疫的人刷出外去爬走哦，其中一个是伫透早4点外伫 KTV 甲朋友唱歌，互警方抓到；另外一个是离开检疫旅馆坐客运要来台北佚佗，嘛伫高速公路互警察抓回去。台南市政府是表示，违反居家检疫拢会处罚。警方是全副武装穿防护衫，但游览车停落，是将这个应该伫咧台南居家检疫的55岁查甫人带回去。阿伯，你袂使走啦！你袂使走，你要等专车来甲你载。你口罩戴好。我是要戴好。你看伊啊，靠背啊。好，不要紧，来。这个查甫人涉及一个金门，离北自中国入境，因为安南区徛隔壁疼，所以安排伊住伫咧防疫旅馆居家检疫。这第4天，看日暗早起就通报讲伊人无去，警方赶紧找人。本大队今天17时许接获通报，有居家检疫男子从台南搭乘国道客运要到台北。那本大队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员警着全套防护装备，至湖口服务区进行处理。那已将该名男子留置于无对外开放之处所。其余的乘客及驾驶留下姓名及联络方式后，提醒其应落实自主健康管理。应该居家检疫，高4月爬走，互警方查到的，也有一个查甫人。你是有开车、骑车？我坐车。坐车那个计程车吗？对。所以也不知道车号。不知道。一个姓张的查甫人，23自马来西亚入境，伫居家检疫第11天，手机等下走去 KTV 甲朋友唱歌，因为伤过大声，警方临检查到。台南市政府讲，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违反居家检疫规定的人，会当处10万到100万。走去 KTV 唱歌，也有坐车上北的这2个人，至少会罚10万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目前已经有2例为着英国变种病毒的病例，已经指挥中心是宣布讲，对元旦开始全面要来加严边境的管制，限制外国人入境台湾。教育部嘛已经通知学校暂停受理外国学生申请来台湾。新冠肺炎疫情，台湾出现英国变种病毒的确诊个案，指挥中心加强防疫力度，为元旦开始，毋是本国籍的人暂缓入境。教育部也发函各学校暂缓受理境外学会生的入境申请。暂缓受理境外学生入境的申请方案含好所有的境外学生以及先修华语的外交部奖学金的受奖生。已经核准但尚未入境的学生有49名，因为持有12月30日之前经过教育部专案许可并由学校核发的境外生入境许可证明，所以后续他可以持这个证明来台。读书签证的话，基本上学生是不受影响。春季班的新生的话，我刚刚也是向移民署致电，因为他们身上是没有居留证。所以这部分可能没办法入境。马来西亚正在经历第3波疫情，所以还蛮严重。所以回去的话，可能受感染的风险提高。
境外省组织提醒，目前伫台湾的学生，确实无必要尽量卖回国，也规划伫休寒春节期间办活动，互因解除思乡心情。国务强调，后续规划甲什么时阵开放，拢会配合指挥中心。有专家指出，英国变种病毒入境基本上无可避免，不过上重要就是要防堵社区传播，以及要注意春节等来台湾的金条。因为这次病毒很明显要取代原来的病毒，因为它的传染力比较强。它就会变成将来的主流病毒，不管是在欧洲或是在中国大陆的国人，这大概就在春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回来，有可能有一些人其实是被感染了，自己不知道哈。那目前这一批回来的人感染，就有一些可能就是英国病毒，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伫外籍移工经过专案许可了后，就因入境，不过还是要遵守14天隔离规定，要减少外籍移工回国休困、延长工作许可证的时候，来减缓移工的劳动力问题。劳动部发展署是强调，3月开始已经暂停核发各入国的许可，因讲是已经来台湾的移工免过登去母国，避免回国了后搁去挖到病毒，搁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开始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地使进口台湾，行政院宣布讲因为全国爱有统一的食安标准，所以各县市提出的驻地条例，因为违反宪法，所以无效力。针对行政院决定另牙执政的县市，拢讲尊重中央，也毋过南牙执政的县市不好，讲要申请大法官解释。从明天就是110年的1月1号起，原定者函告无效。新定者不予核定，不合法；第二个不合理，第三个不可行。赶伫2021年元旦开放内地进口台湾的前一天，行政院宣布食安标准全国要有统一规范。因为回政17个县市驻地条例了，发现各县市对内地的标准无同款。行政院决定原定驻地条例包含台中市、彰化县这县市限国无效，有征收法则的台北市、桃园市这县市是限国无效，不有核定。而新增条文的新北市、高雄市等是不有核定。若是地方政府坚持歪插中央的规定，政务委员罗秉成表示。卖甲中央无看在眼内，不要视中央为无物，这个是不好的。县市首长不要为难基层的公务员，他们一旦开罚，那个罚刚刚有讲，上级政府不会轻视，因为这个攸关法律的统一性，会撤销。明知故犯，送惩戒。行政院强调，驻地条例违反宪法107条，中央地方权限违反的规定，国际贸易政策受中央专职的权限，所以地方内制零检出，已经介入宪法甲食安法的中央的权限。不过国民党执政县市无认同，台中市府强调提起大法官解释宪法。新北市长侯友宜是相信议会积极提出解释宪法。我相信议会一定以更积极的态度来提视线，守护市民的健康。今天。中央正式宣布不予核定地方政府的自治条例，等于是没收了地方政府保护人民的武器，这个后果中央要自负。嘉义市议会早在29开出全台头一场，甲嘉义市府共同申请解释宪法，更加呼吁民众支持食安公投，要甲内地建线阁纠长。而民进党执政县市是决定要以中央为依归。我们台湾就这么小，那也不适合一国太多制。开放内地进口，哪里县市态度无同款。伫中央决定统一规范坚持A，中央甲地方解释宪法的战争就要展开。记者综合报道。沙贝港总是最后一天团主有一个保全伫运送的时阵去捡到银行已经换过现金的沙贝港，这个保全要甲伊交转去，等到摕去开，即马互抓到会互判刑。3月是进行沙贝券使用最后一天，不过这个刺激消费的大用券继续不少人士利用无周全的所在重复使用。今年8月4单的保全员伫台湾保全的运钞车内底发现同事落伫的运钱袋内底沙贝券，面额是200块，总共100张，已经对付使用。有时伊家摕起来藏起来，并且分予4张甲4红2名亲友来使用。整理的时候发现有这100张已兑换的3倍券之后。予以侵占，槟榔摊比较不会注意，而且他把那个3倍券已兑付的部分有对折。
4台的查甫人甲朋友先后在台中丰原、石冈甲成功这5个所在槟榔搭，利用点头无注意，提这已经转囡仔的3倍券消费，受害点头报警了后，4台的嫌犯开始会惊甲剩的将近70张的3倍券，用果汁机甲加烂糊糊。这个月13的时阵，检警调查了后，车内伫个云林馆内底找到变甲糊糊的3倍券。泡水之后放到家里的果汁机打碎，加酱油去炒过，平常放烟蒂的那个奶粉罐里面，以这样的方式灭证。检方指出，这个案件所涉起因是台湾保全阿桑已经使用过3倍券到台湾银行，因为无使用无透明的塑胶袋啊包装，防拒收。保全员换袋的时阵落一塌出来，随后4台的保全员整理车的时阵发现，有是偷摕起来并且流通使用。台湾银行也无确实来盘点，连3次才造成这个事件。2个侦查终结，依照业务侵占、收受擦拉面、诈欺取财这罪嫌，对涉案的保全这3个人提出公诉。记者自综合报道。台南的南昆心大天府是全台湾上古早、规模上大的王爷信仰中心。这除了上出名的有每一档拢会抽的国运签哦，阁有一个已经有300年的传统，就是看运。伫新年头、旧年尾，希望大家拢把无好的运气看掉哦，来迎接好运的一年。咱做伙来了解。一年又搁行到尾头啊！新的一年，真侪人拢会去庙林点光明灯、安太岁，来祈求好运佮顺遂。伫咧台南的南昆新大天府遮，就有一项真特别的祈福传统，叫做看运。这是咱南昆新大天府最传统的啦，每一档哦，这香啊拢钱啊伫满满啦吼。实际上哦，这香啊已经无够富。通正常使用啊啦！南昆新大天府自明朝发展到今，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全台湾规模上大、上古老的王爷信仰中心。当年旧历的正月初1，拢会抽签诗来预测国家的运势。毋过上届特别的传统，就是把信众的生辰八字放入去箱仔内，上顶把歹运藏起来，这就是看运。这已经是356档啊啦，中是一个八卦，吼。啊，来祝福4只蝙蝠啦，吼，包括这个印是南昆新大天府5000岁，所以讲这个箱啊是真年珍贵啦，吼，啊，这嘛会使讲是一个古物一啦。这个看运箱世界下啊，当年的看运名额是拢真抢市，侪信众拢希望会当甲歹运收到箱仔内，希望新的一年经过5府千岁的加持，拢总是好运。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云林古溪，除了咖啡真出名，这嘛种真侪柳丁柑仔类的果子哦。也毋过这几年有真侪农民是改种油来啊、洛梨。农会嘛专工请专家来指导产销班来种这种果子的配布，望讲会使来提升产量甲品质。古溪农会阁求产销班的农友有外地农友来做讲师，大家做伙研究油来材啊，阁有要安怎要接机，因为透过接机。会当提高树仔的抵抗力，由来收成的品质跟产量都会当提高。一般人称水线，水线的话占40分钟，40分，斜的45度占60分，它绝对要紧密合才可以嫁接完成，也可以说是它的成功率是最高的。其实产销班遮的农民，原底大部分种柳丁甲柑仔，因为销路无介好，佮看到油来啊营养悬佮抢市。这几档真侪人改种油来啊，所以农会除了指导农民提升技术，嘛辅导农民安怎销出去。由于这几年大家已经有一个栽种的技术的提升，那农会这边呢，下一次希望这些农友能透过政府推动的产销履历来做进一步的作物的认证，来提高。作物的品质。农会嘛发现，即马愈来愈侪青农开始种油来啊，因嘛愿意学习打拼种出好食的油来啊，希望以后市场会当看到古溪油来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推动屏东的咖啡产业哦，屏东县政府特别办理训练咖啡师傅的课程，有真侪学员哦，拢取得美国咖啡师的证照，成绩是真好。
为着要推展屏东的咖啡产业，屏东县政府举办咖啡师的训练课程。这摆总共48人次摕到结业证书，各有20人领到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的中阶证照，成绩是真好。迈入第5年的一个咖啡产业的培植，再从生产端，然后透过农改场的一些技术上的指导，如何在友善栽培、有机耕作的当中，怎么样面对病虫害或气候的挑战。所以再从这个部分呢，就从生产端到整个烘焙、晒豆，包括咖啡豆的一个精品的评鉴，甚至在冲煮。那这个呢，就是来提升我们竞争力。县长潘明安表示讲，相信透过训练，通提升屏东产区的咖啡青果的品质。另外，县府也颁发2020屏东国产的精品咖啡豆得奖的奖项，摕到冠军的杜俊文，是真拍拼要产出有在地风味的舞台咖啡。最主要想要做的是把在地的味道做出来，就是应该表现一个产地的风味。它就像舞台一样，要有山南的风味。要有山的味道，要有土的味道，这样我觉得就是好的咖啡。这摆活动特别提供今年得奖的庄园咖啡豆仔，和大家交流。县府希望透过咖啡师的课程，通对屏东的咖啡业者有帮助，而且凝聚因的心，互因发展屏东咖啡这个品牌的共识，做伙把屏东咖啡推广到全国，迈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个剧团应用8个月时间去国家档案局找找历史的档案，把过去白色恐怖时期的资料写入去歌词内面，唱出台湾黑暗的时代。政治受难者的家属嘛，正肯定少年家的创作。弹吉他用18个声哨唱出这条叫《假使我是一个女人》的歌。在剧团用8个月过的时间去国家档案局消化政治受难者的故事。这首歌就是以1949年台湾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进会成员故事出发，描写蔡志元从清华进前对家己身体的认识。有一寡政治犯，伊无一定是咧思考政治的问题，其实伊心内咧想啥，就是大家人其实拢无共款。阮即马来创作这。嘛毋是啥物光彩的物件，就是讲，足侪前辈用伊的感受来互阮思考，互阮有一个机会来思考，到底阮徛伫啥物所在，到底阮是啥物款的人。前一阵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咧世界人权日进前，邀请在剧剧团去经纬纪念园区表演。现场侪政治受难者和因的逝世，拢肯定少年人用乐声转换无声的历史档案，互过去的伤痛会当和世代结合。我感觉真好，非常好啊！有这种感觉，就是讲少年人会当互这个历史，会当互过来做更较侪创作，那知影创作应该知影透过历史来传达这个历史，所以咱嘛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创作这个机会，来甲咱所有台湾社会无同款创作的朋友共同透过艺术的方式，我们大家一起来捍卫历史。少年辈用吉他的弦啊，甲摇滚和 reggae 的演唱方式，而且佮用武器唱出红束白的运命，着寄望这长烈的文字和受迫害过去会当互扣回来，伫咧无同的世代留下新的记忆和理解的方式。记者阿敏金、林玉凯、陈玉水台北报道。来看清华大学有一学生，伊伫14岁时阵，因为罕见疾病，目睭特别看无，敢若有看到微微啊光哦。伊本来是真失智，也毋过后来透过音乐，伊个找到人生的方向。那么做回来看伊的故事。写字的时阵，需要挖遮近，才会使家己看清楚。吴胜坤14岁时阵，因为遗传病症，视力强要降甲0，不过伊并无因为安尼，就互命运拍败。等到是调整学习甲生活的方式，可应该创作找到人生方向。态度非常大方、从容不迫，对着台下学弟妹讲话的一个大学生，让我深深的相信说，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真的有非常无限的可能。也希望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就是
到全国的各个学校或是各个机构去分享我的生命故事给大家。这样。去年5月开始，一去到车站，连车牌啊甲座位拢看袂到，有缘是一个人坐高铁，搁在换公车，去真侪学校巡回演讲。虽然行动唔是介方便，啊，不过知影有人受到鼓励，一路坚心要继续世界去分享。因为他说他原本要放弃他的钢琴梦想，但是听完我演讲之后，他说他想要重拾他对钢琴的这个梦想，这样，所以很谢谢我，所以让我觉得说，我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我希望可以继续把这份正能量去散播给更多人，这样。吴成云更近单了目真高明，虽然因感情的世界总是模糊看袂清，啊，不过伊讲已经找到新的人生方向，希望通用音乐帮助更较侪人。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31个国家的武汉肺炎病例，发现有6成的死亡病例是发生伫安养机构，所以疫情爆发了后，有真侪养老院的关机先关门，嘛减少家属的拜访。机构人员透过真侪活动，希望互这老大人心情会使较快活。伫德国科隆这间养老院，利用虚拟实境的技术，和81岁是大人无身体限制，会当参观科隆大教堂。Und zu gucken, was da so ist. Also ich fand das toll. Und ich werde auch, wenn ich jetzt hier wieder rauskomme, also zuerst mal in den Dom gehen und gucken. 这是养老院替是大人坐过路。因为疫情发生了，安养机构的居民被认为是高危险族群，为着要避免大规模感染，隔离了几落个月。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观察31个国家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例，发现有超过6成发生伫咧养老院，也和真侪国家伫疫情拄发生的时阵就甲养老院关起。Miedo a morirme ni hay nada, solo que quiero moverme un poco mejor.Hasta que llegue el día que me tenga que marchar. 唔那是大人，连照顾的人也挡袂了。葡萄牙就派出陆海空3军140组由1个人到3个人组成的团队去安大人的心情。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赛车使用手机啊，伫真侪国家拢是严重违规的代志哦。荷兰的警方对顶个月开始使用一款新的智能眼压机，若是迄条驾驶员哦，会看手机啊，影像就会随传到执法单位，就会随收到代票8000块的罚单。一边开车一边讲手机啊真危险，伫台湾无合法，伫荷兰也共款违规。荷兰警方怎么用这种智能摄影机，要掠开车用手机啊的驾驶？The camera takes images of every vehicle it passes, and then the computer analyzes those images to work out which ones are drivers holding the phone. 电脑分析了，若驾驶人无违规，影像是删除，若使用手机啊，相片就发予执法单位，经过人工确认违法，就会寄一张相关金额240元，差不多代票8100的罚单去领导。And it doesn't detect the face of the driver. It only sees the steering wheel, the hands, eventually the mobile device, and of course the license plate of the car, because that's what we use to. We send the fine to the owner of the car. 去年荷兰车祸的死亡人数661人。执法单位讲，重大交通事故的3大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驾驶人用手机啊分神。不过，真侪人依然是无要无紧，认为车祸不会发生伫家己的生活顶。这种新的智能摄影机11个开始测试，伊先红外线摄影，翕的时阵无闪光灯，所以开车人唔通就是讲无闪灯就无伫咧翕。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无人机应用的范围是愈来愈多哦，即马个会使来取代传统的人工来看顾。牧场的主人哦，只要动动手指头啊，就会使互规定的牛行去指定的方向。无人机唔来让摄影，即马一个人赶牛。以色列一间公司的新的应用程式，会让互无人机变做放牛的牛仔。We call it click and herd, or moving or herding in 3 clicks. Basically, you open the application, choose the pasture you want to work and the destination you want to gather, and our drone goes up in the air and does all the rest of the work for you. 执行长摕遥控器示范，
画面顶会当看到无人机所翕的牛的影像，也让知影牛怎么伫咧倒位。这种放牛食草的方式好处是，放牛的人唔免缀牛哭哭走。It's make our life easier. It saves time and saves some money. 传统的放牛因为牧场正阔，放牛的人有9成时间拢伫咧确认动物的状况，甲因伫咧倒位。用无人机会当替因至少省一半的时间，会当互牛分区轮牧，互牧草有机会再生，土壤的品质也较好。唔那是人，牛也较轻松。Using a drone instead of cowboys and dogs creates a much less stressful environment for the animals, and an animal that is less stressful is a lot healthier and more productive. 除了牛，自由放农业也打算把这个新的政策扩大应用伫咧养甲骆驼，希望这个省时省力的新方式，会当替牧场的主人分忧解劳，也会当吸引少年人回流，解决人无够的问题。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今仔早起全台湾嘛是个冷基基，气象局嘛继续发布低温特报，也毋过日时到明仔载温度就豆豆回升哦。桃园以南拢是一份好天，会使出门去佚佗的好天气。那么做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7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8度，上悬18度；南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21度；东部地区上低9度，上悬19度；华岛地区上低5度，上悬1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一再讲一个时间，咱再会。